相应无相用。你有感觉到今仔日这个刀肉莲吼，有淡薄无对皮无？是咧，我本就安尼觉得咧。啊，是毋是伊已经知影我人的代志了？绝对无可能。无可能啊！啊，下袂可是讲吼，你无小心把伊的阿兄刀肉用摕去。我食饱伤闲，甲伊摕起啊！王师傅，接手吧。我食饱了吗？无食，麻烦接。食小吧。黄师傅啊，我会使就黑玫瑰一个，有淡薄代志爱请问伊啦。你有物件爱问伊，你袂使问我，你的代志我袂使听你咩？哎呦，我是讲吼，有查某的代志爱问伊啦。查某人的代志，敢讲刀肉莲呢？有心了？不，不是，黄师傅慢慢用啊。这个刀肉莲，唔知做着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唔敢互我知，敢若互乌玫瑰知，来去甲伊看卖一下。来。哎呀，啥物代志？哎呦，迄玫瑰你知啦，我的幸福哦，伫你的手头内面呢。你当然爱甲我斗3工知哦。嘿，什么？啥物代志？紧讲。无啦，就是迄个隔壁村的阿姑咯。伊讲哦，今暝爱请我食饭，佮请我去看歌仔戏咧。但是你知啦，你看我这款袂晓装水水啊，你甲我斗3工啦。哎呀，小看问题尔，我看卖。哈？哦。哎，看起来阁变上查某啦，是讲吼你这个头毛啊？头毛是安怎？哎，会使用伊去举倒来，是举倒来就会使了。哦，举倒来，没讲讲举倒来。玫瑰啊，这个刀肉莲吼，甲你讲安尼啊？哎呦，伊讲是查某人的代志，就敢若我人查某人会知，你免问，我袂讲的。到底是虾米道咧？啊？刀肉？哎呀，袂使，乜会使举刀肉当伫我头壳顶啊！哎呦，那刀肉我是我爱买嘛，刀肉安尼贵。怎好？哎呀，我也唔是我爱甲咪猪八戒去相会的嘛，对无？有了！我明白了，我好了。哈！来了！哎呦！你个刀咧？啊？伫这头咯，头早你唔是讲叫我举咩刀吗？我想讲吼，应该是这个刀油举插伫这个头毛面顶是对了啦。哎呀，我什么时阵叫你举这个刀油顾落你的头壳顶哈？我是讲叫你去举这个刀来，把你的头毛哦这搬起去头壳顶插啦。你是讲个刀油哈？哦，原来你家己举这个刀油，家己顾甲你规身啊！难怪你规身刀膏味啦。